伫伊的面前有尊贵甲威严，伫伊的所在有关联甲欢喜。百姓中的特族啊，恁着将关联荣光归予耶和华，归予耶和华，用伊的名所应该得到的荣光归予耶和华。带礼物来到伊的面前，着用圣洁的装他敬拜耶和华。请咱做起立来吟诗阿乐上帝圣诗第123首美调。耶稣真正死过活，请起立。咱三甲来祈祷，创造天地万物，阮阿爸爸上帝，今早起阮做伙来到你的面前，来纪念你独生圣囝耶稣基督伫2000几年前道成肉体，住伫世间人的中间，死埋葬，佮对世人中过活，成做阮世间人的拯救，佮为着阮备办好的所在。互阮正受敬重的囝儿，
通过水甲圣神的洗礼，也会通甲主做伙死，也甲主做伙高活。互阮虽妄受着肉体拘束，抑佫会通甲主三甲坐倒，享受对天而来无限的福分，甲永远的平安。阮看见世间侪人受着罪的捆绑，带伫黑暗的权柄内面。阮就要献上无比的感谢，因为阮受拣选，成做你的百姓，就无搁受着世间五行节气的捆绑，已经跳出三界外，成做得着新佮自由的活命的人。通过圣神的帮助，互阮较赢各种的恶势力，心神换心，逐日甲主相同行。当阮正人自入来敬拜你，阮要用诗歌甲乐乐来敬拜你，阮要用感谢、乐乐甲祈祷，甲主三千群。你就要赏赐阮无限的气力甲勇气，互阮无论伫什么款的境遇，拢明白一切是主你所定的。阮只有顺探你的心意，用感谢来进入你的门。阮要感谢乐乐你无煞，阮要感谢你，因为你赏赐阮正人永远超过阮所求所想的，所以阮着你凡事感谢，因为这是你通过耶稣基督所定定的旨意。主啊，求你开启阮的目睭，无搁再藐视你丰盛的恩典。主啊，你讲我爱宽容、吞忍到第时啊！求主，互阮紧紧有悔改的心，通明白接受你的真理，互阮伫即个主过我的日子，会通有一个忧伤痛悔的心来悔改认罪，进入你永远的国度。让阮愿意脱去旧的家己，脱离卑贱的事。成做贵重的器具，有圣洁的装塔，备办好势，互主来用，通准备做各种的好事。主啊，阮特别将阮每一个人的烦恼甲快乐，拢摆列伫主你的面前，求你擦去阮的目屎，减轻阮的重担，互阮用欢喜的心来奔走天路。阮也要时常倚靠圣神来祈祷，为着正人祈祷，更较为着阮的正牧者来祈祷，互因得着主你所启示的智慧，成做阮正羊群的领袖。特别恳求圣神灌入伫蔡牧师的心上，互伊传讲主的信息，勇敢壮胆，无受到世间各种的学说的影响，乃是大有能力。来传讲上帝国的福音，互正人因为即款的教导来得着救，备办好势，通进入上帝圣洁的国度。阮即时也要用主你所教示阮的祈祷，做伙来祈祷。阮天然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日成，伫地人像在天里。阮的日时今仔日阮赦免阮的过犯。亲像阮也有赦免过阮的人，无你传入去死，也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请咱做来启用圣诗的后面，启用文第4篇，诗篇第16篇。
经文第4篇，上帝啊，求你保护我。我的神啊，你捌对耶和华讲。论到地上性的百姓，用别个神替换耶和华的，因献奠血的祭，我无要献。耶和华是我的产业，甲我杯中的份额。所让予我的地，实在真水的所在。我要学了迄个教示我的耶和华。我常常敬奉耶和华伫我的面前。因为安尼，我的心欢喜，我的神快乐。因为你无将我的灵魂放下伫阴间，伫你的面前有满足的欢喜。这是要请圣乐队来赞美，因今仔日早起要吟的是专灵上帝圣经。今仔日咱伫遮庆祝国外节，互咱同齐来敬拜互老上帝。圣歌队要用4首庄严的组曲，唱出庆祝国外得胜。第1首组曲是全能上帝圣经，咱拢知伊的名，伊的名是耶稣。
既然专灵的上帝会当用因儿的形象谦卑出世，伫要做来到世间，当然伊嘛会当对前罗马帝国刑罚死刑犯的一个界定，来彰显伊的荣耀。第二首的组合是宝价清影。主内兄弟姊妹，咱做伙伫遮庆祝国外节，代表是日价，无过是死亡；反倒转来是日价，代表性命。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已经过活，伊的确过活了。第三首阮要学落的是荣耀胜利。阿
耶稣已经伫十字架顶赢死亡，佮赐予咱永远的活命，赐予所有相信耶稣是主的人。耶稣佮我的肉体虽然伫天堂，但是咱会记的，伊的灵现在佮咱同在，伫圣灵教会，嘛活伫咱每一个人的内面。是耶稣掌权，伊掌管着咱每一个人。第四首嘛是最后一首的主曲，耶稣掌权。
咱做伙献归圣经马太福音第12章38节到42节，请听上帝话。马太福音第12章38节。迄当时有几个经学士甲法利赛人对耶稣讲：“先生啊，阮想要请你行一个新约，互阮看。”耶稣回答因讲：“邪恶淫乱的世代要求看新约，除了先知约拿的新约以外，无别款的新约互恁看。约拿3日3暝伫大鱼的腹肚内底，相款人子也要3日3暝伫地下面。伫审判的时，尼尼微人要起来定即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比约拿较大的伫遮，伫审判的时，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即世代的罪，因为伊对地极来，要听所罗门智慧的话。看，比所罗门较大的伫遮，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明白伊的启示，佮顺探去行的人，咱即是要邀请主任牧师、蔡牧师，伊要传讲的信息是耶稣的新约第6讲，上界大的新约。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日是国外节，国外是咱生命5万的来源。伫今仔日，普世教会伫全世界各所在，拢咧庆祝主耶稣基督对世人中国外，因为这是咱信仰的根基。对咱所有耶稣基督的门徒来讲，国外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因为若无国外，就亲像使徒保罗所讲，咱的信仰就是幻想，咱犹原迷失伫罪恶的中间。如果若无国外，死去的基督徒拢算做是灭亡。如果咱信基督的人只伫今生有5万，咱就比世间任何人更加可怜。所以，如果若无国外，咱是上界可怜的人，因为咱是怀抱一个梦想。其实是幻想，梦想如果破灭，比无梦想更较悲惨。如果若无国外，耶稣基督若无国外，咱今日组织伫遮，咱是咧参加一个告别式。但是感谢主，因为耶稣基督对世人中国外，咱今日组织伫遮，是要来学乐、感谢、庆祝，因为咱的主国外。今日牧师要甲大家分享的题目。是最大的新约。透过今日的信息，咱来思考主耶稣基督伫咱中间的心意。每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你透过你的话来更新改变阮的生命。你也透过你的话，搁一遍来激励阮，互阮明白你的心意。所以主啊，阮即时要静静听候你的话。求主你帮助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今日这段经文有一个背景，咱简单来看。圣经中间讲，有几个经学教师甲法利赛人来找耶稣讲先生，阮望你行一个新约，互阮看。伫遮咱看见着。文书也是讲经学教师甲法利赛人，伊是咧故意要试探耶稣。因望耶稣用一个新约来证明，伊就是上帝差来要救赎人的基督。咱看见着历史上的重演，当耶稣拄出来传福音的时，伊伫旷野禁食40天，伊就枵。迄个时阵。什么人出现？撒旦出现嘛？撒旦出现，爱耶稣行一个新约，对石头变做饼。这个时阵，
咱看见着即群当时的宗教领袖，就是经学教师甲法利赛人，因变做撒旦的代言人。伊嘛要求耶稣行一个新约来证明伊就是基督。所以咱看见着耶稣对伊讲，即个时代的人是我尔我尔邪恶，我尔不忠，恁竟然要求我来行一个新约。伊讲除了先知约拿的新约，无搁再有别的新约互恁看。约拿要伫大鱼的腹肚内3暝3日，人子也要伫地的深的所在3暝3日。咱看见着耶稣回答因讲，除了先知约拿的新约，无搁再有别的新约互恁看。咱知影约拿先知约拿的故事是记载伫旧约约拿书中间。约拿是一个先知，上帝爱约拿去以色列人的长久以来的对敌，就是亚述帝国的首都尼尼微，爱伊去遐来传播上帝审判的信息。但是咱知影，当时阵亚述帝国是长期以来拢是以色列人的对敌，爱去你一个对敌的国家去传播审判的信息。这对约拿来讲，这是一个伊无爱担当的代志。如果咱嘛无爱，去一个对敌的国家去宣布审判的歹消息，所以约拿伊就无爱安尼做。上帝叫伊东，伊就偏偏西，所以伊就倒闪上帝的命令，伊坐一只船，伊问讲要倒走去，安上帝就无法度命令伊做这代志。所以坐一只船往迄个西班牙的所在去，上帝予伊所坐船拄着极大的风影，连这真老练的船员拢非常惊吓。后来因知，就是因为约拿引起的，所以因高不离章就将约拿迄落大海，安尼这风影就平静。然后上帝佫差遣一只大鱼，将约拿吞伫伊腹肚内。约拿伫这个大鱼内底3暝3更，伊伫遐祈祷，伫遐反省。虽然伊真唔情愿，但是后来伊也是爱顺服上帝的命令。所以上帝爱这只大鱼，将伊吐伫海边，伊就去到尼尼微城去传播上帝审判的信息，望尼尼微城的人会当悔改。伊原本就无抱着啥物款的期待。但是，当伊去传播上帝信息的时阵，结果全这个城内底的人看见着约拿伊的改变，一个无顺服上帝的人，转变做顺服上帝的人。而且伊通过伊所传讲的信息，因就拢悔改。耶稣用这个先知的故事来披露伊家己本身。特别是伫约拿伫这大鱼的腹肚内3暝3更，咧表明主要所受苦定十字架死了后第3天对死人中国话。咱看见着约拿其实伊咧表明就是伊本身就是上帝所行一个新约，一个无愿意顺服上帝的人，伫上帝所显的新约中间来改变，这就是上帝的新约。耶稣伫遮咧说明，伊来到世间本身就是上帝带予咱上界大的新约、上界好的礼物。伊所传讲的信息，就是上帝的信息。当耶稣看见着，当大家所看见着耶稣所行的、所做的，大家应该爱有一个回应，应该爱反省。但是当时代，特别是这宗教领袖，因一点仔回应也无。一点仔感动也无。咱要通过这段经文来思考几个真重要的信息，就是上界大的新约，伊的本质是啥物？咱首先来看，上界大的新约，伊的对象，就是伫一个邪恶世代所有不忠的罪人。咱看见了耶稣讲，这个时代我尔邪恶，我尔不忠，恁竟然要求我行新约。即互咱明白耶稣所行新约的对象
所行的新的时机，就是伫一个邪恶世代，伊的对象就是对上帝不忠的罪人。啊，即款人是啥物人？就是咱每一个人嘛，是指咱本身。咱每一个人拢是罪人，拢是无完全的人，拢得罪上帝。咱不过是一个活点伫罪人中间的罪人。亲爱兄弟姊妹，咱今仔来到这个圣殿中间，咱明白主耶稣基督替咱死，是为着咱的罪过。咱是罪人中间的罪人，但是咱是得到恩典的罪人。因为上帝怜悯咱，互咱有机会来得到救，互咱透过耶稣基督来得到拯救的机会。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来明白，上界需要新力。上界大的新力的时机，就是伫即个邪恶的世代。上界需要新力的对象，就是所有的罪人。今仔日上联教会设立的目的，就是为着要传播救人的信息，互也未听去福音的人也会当得到救。所以，如果你的身躯边有一个人也未听过福音，你就有责任。如果咱所徛起的这个城市有一个人还未得救，咱每一个人拢有责任，因为这是咱教会设立的目的，是咱每一个人受呼召来的目的。咱是得到恩典的罪人，所以咱应该爱将这款的信息，互也未得到恩典的人，也会当有这个机会，透过耶稣基督来得到拯救。这是第一项牧师要甲大家分享。第二项，安尼咱要传播什么款的信息？咱来看最大新约的内容。最大新约的内容就是耶稣基督要牺牲受苦，然后上帝予伊荣耀国活。咱看见着耶稣用这个先知的故事来披露家己对世人中国活的这个信念。耶稣讲，用那伊捌伫大鱼的腹肚内3暝3工。人子也要伫地会深的所在3暝3工。咱知影耶稣基督为着人的罪受钉在十字架，伊真正有死，因为伊愿意屈给家己，谦卑到死，而且死伫十字架顶，所以上帝高举伊，互伊荣耀国活。这是上界大的信仰的内容。咱的信仰。上界重要的节期就是受难周甲国活节，这两个节期拢非常重要。咱袂当简单注重耶稣基督的受难，无看伊的国活；咱嘛袂当简单庆祝伊的国活，袂记记伊的受苦。因为这两项代志是有关联的。因为耶稣基督的受苦，咱的罪得到赦免；因为伊荣耀的国活，咱真做有盼望的人。所以，亲像保罗先生所讲，耶稣基督原本底有上帝的特质，伊无滥用甲上帝共等的特权，反倒当谦卑家己，顺服到死，而且死伫十字架顶。也因为安尼，所以咱的罪得到赦免；也因为安尼，上帝高举伊，互咱透过伊会当得到永远活命的盼望，互咱会当来到圣殿中间。将所有的荣光拢归予伊。所以，亲爱兄弟姊妹，最大信仰的内容，就是咱来传讲的，就是耶稣基督要为着咱的罪来死，然后伊去对世人中国活，互咱会当得到永远活命的盼望。所以，咱就爱世界去传播这款的信息。但是要传播过程中间，咱来明白最大信仰的目的。就是要帮助所有的罪人脱离罪恶，来得到生命的改变。因为最大信仰的目的，就是咱来明白耶稣所行的信仰是要互人脱离罪恶，得到生命完全的改变。因为生命的改变是上界无简单的代志。咱俗语讲，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所以生命的改变是上界大的信仰。牧师伫进前有甲大家分享过，信仰上界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帮助人甲上帝恢复关系，互人看见上帝的权能来敬畏上帝，
愿意专心悔罪来归向上帝。一个经历耶稣基督、搁活开力的人，上界重要的一个象征，就是伊的性命得到改变。咱才知影，搁活的道理伤过深啦。咱一般要用神学的论述，也是讲道理，互人明白。一般无信的人无法度了解嘛。咱会当对伊证明讲，咱耶稣基督对世人中搁活有物证有人证，物证就是空的坟墓嘛，人证就真济捌看见耶稣基督搁活的这人。但是你对一个无信的人讲，伊真困难相信。但是只有一件代志会当互伊相信，就是每一个甲搁活的耶稣基督结连的人，拢得到生命的改变，生命的见证会当互人相信耶稣基督真正对世人中搁活。亲像咱咧看电视广告同款，咱知影电视广告，伊的这广告会当说明讲伊这产品的成分，这产品制作的过程。但是这个道理可能一般消费者无真清楚，嘛无法度完全了解。广告上界大的一个亏力，就是伊会让邀请一寡人来做见证，使用这个产品了，这个人会变做安怎？这个使用者的改变，才是真大的亏力，会当互人相信。相反，咱的信仰嘛是安尼。如果咱因为甲搁活耶稣基督相拄，咱被伊改变，咱的生命改变，咱都有真大的说服力。咱甲别人分享真侪神学的理论，分享信仰的财物，虽然会当帮助人明白信仰，但是要爱人全然接受是真困难。如果你用你的性命做见证，我的见证会当帮助人真正相信耶稣基督对世人中搁活。过去我咧服侍过程中间，常常会拄着一个家族中间的第一粒种子，迄是一个关键。因这家族中间无人信主，领一个人信主，常常有一寡人讲：我要对阮厝内底人传福音真困难。其实要对厝内底人传福音是真困难，嘛是真简单。为什么讲困难？因为你每一天拢甲伊住做伙嘛，你每一天你所讲的话，伊拢听去；你所做的代志，伊拢看去。如果你的生命有改变，你因为信靠我的主耶稣基督，而且甲伊结连了，你的生命改变，这款活我的见证，常常会带来一种见证的快乐。伫过去服侍过程中间，常常有迄个老爸老母来到教会。我问讲：你为什么要来教会？伊讲：我要来看恁教会到底是用什么款的方法，互阮这个囡仔完全改变。伊还未去教会进前是安怎，来到教会了变做安怎。这是信仰对人的改变所产生的一个快乐，互伊厝内底人也会羡慕这款的快乐。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今仔日每一个甲搁活的主耶稣基督结连的人，拢带有一种能力，就是祝福人的能力。牧师望咱的教会是一个互人生命改变的所在，因为咱要传讲的是搁活主耶稣基督所带来快乐。牧师非常望讲，咱的教会是一个充满见证能力的教会。透过咱教会所有兄弟姊妹生命见证，引带人来就近这个搁活的主耶稣基督。我常常咧想讲，咱有时阵会办一寡福音见证报道会，咱会邀请一寡外在讲师用伊的生命见证咧做分享，来带领人来就近上帝。但是如果有一天，咱的教会无需要搁邀请外在讲师，咱每一个人拢会当讲出咱生命的见证，有真侪活我的见证，真侪搁真搁新的见证伫咱中间发生。咱教会就是一个带互别人祝福的教会。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毋通袂记这耶稣所行最大的心力，就是对世人中搁活的这件心力的目的，
就是要帮助每一个接受这款信息的人脱离罪恶，生命得到改变。最后，咱来看，最大的心力的领袖，就是爱诚心悔改，因信称义。耶稣伫这段经文中间，伊讲伫审判的日子，尼尼微人要徛起来控告恁这代的人，因为因听见约拿的宣导，就弃下归正。约拿伊透过伊所讲的话，以及伊生命的改变，一个无愿意顺服上帝的人改变。尼尼微人看见了，因也改变。然后伊佫讲，我甲恁讲，伫遮有比约拿佫较重大的事，是指耶稣基督本身。讲伫审判的日子，南方的女王要徛起来控告恁一代的人。南方的女王就是指这示巴女王。咱知影伫旧约记载，伊真羡慕所罗门的知识，所以伊带真侪问题，带真侪人来到所罗门的面前问伊问题。所罗门拢用上帝予伊的智慧一一回答。所以示巴女王看见着所罗门王的知识，伊明白所罗门王是敬畏一个充满智慧、丰盛，会带予人活命的上帝。所以耶稣讲，南方的女王要徛起来控告恁一代人，因为伊来看所罗门王，伊就明白这个真个活的上帝。何况是上帝的囝耶稣基督显现伫众人的面前。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咱今日嘛亲像迄个世代的人同款，咱有听起耶稣基督所带来福音信息，所以咱期待透过咱所看到、所听到耶稣所行一切事，也来做一个反省。咱这个世代的人，敢真真正正愿意来到上帝面前，完全悔改，来领受这款，因为信心来领受这款的恩典，而且将这款的恩典分享出去。今仔是过活节，咱中间真侪人已经过真侪年的过活节，但一个节期，如果咱清清彩彩来过去，就失去伊的意义。我捌听过一个故事，是欧洲有一个王室，一个国王，伊即个主体中间，有真侪只卫兵咧徛，咧固守。这卫兵咧徛，拢是徛伫即个真重要的出入口，甲真重要的所在。但是有伊即个王室中间有一个真特别的所在，有一个花园真偏僻的角落竟然有一个卫兵徛伫遐。大家拢毋知为什么迄个所在要设一个卫兵站，佮有卫兵轮流去徛伫遐。到尾人就去找迄个历史较知影讲原来足久进前，有一个国王，有一天伫这花园中间咧散步，到迄个所在，突然间看到一缕花足水，伊就感觉真欣赏迄缕花，突然间天色就变，强要落雨。所以，伊就叫一个卫兵摕一个雨伞徛伫遐讲等若落雨你着爱把这个花照顾好势。所以迄个所在就开始有一个卫兵徛伫遐，一直徛到迄朵花死去伊又搁徛伫遐，永远就徛伫遐。大家毋知为什么这个卫兵要徛伫遐。我所讲这个故事，互大家知，就是咱每一当拢咧过活节。如果你若无耶稣过活耶稣基督伫你的生命中间产生迄个过活的快乐，这款的节期失去意义。咱等下出去，每一人拢会摕到一粒彩蛋，咱顿去了来掰开来让食，大家拢感觉真好食。安尼这节期就过去，这节期对咱来讲无意义。上界重要的是，咱来每一天拢甲过活耶稣基督结连，活出一个会当生命改变的见证，来荣光上帝，来祝福人。这是咱今仔日对上帝遐所领受，咱当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你透过你的话来激励阮。主，阮感谢你，
将你的独生囝耶稣基督手术给阮，互阮透过伊的受苦得到罪赦免，互阮透过伊的荣耀给我，互阮真做有愿望的人，因为阮愿意用信心、专心来倚靠主耶稣基督。阮也恳求主你持续伫阮中间同工，阮时时甲各我耶稣基督结连，得到生命的改变，来为主做见证，荣光上帝也你的证人。恳求主帮助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咱刷接来吟诗而乐上帝圣诗第151首 A 调，耶稣尊名入我耳孔。圣诗第151首 A 调，请起立来吟。
咱即是要做伙来奉献。啊，伫咱每一个人座位头前，拢有一张来宾留名卡。如果你是第一遍来到双连教会，甲阮做伙礼拜，还未填迄个老来宾的留名卡的时，请你填好，等下到收奉献的结束，咱即时做伙来奉献。起立做伙来感谢，因为上帝，阮感谢你伫这个过活日的时，互阮聚集伫你的面前，做伙来敬拜你。愿阮将阮本身献做活祭，互你来使用，成做圣洁的器皿。愿主保守阮每一个人心心灵，拢成做主你的圣工的路用。阮将阮的奉献仰望伫主你的圣手，求主你圣别。愿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请坐，刷接来报告。阮主日是过活节，请咱用感恩的心来庆祝主耶稣基督较赢死的关系，
来救赎咱，想使咱无比的疼甲稳定。礼拜了后，要请所有小会员来协助，分予每一个今仔日来的兄弟一粒的，迄个是咸的啦吼。所以虽然是彩色的，应该是咸的啦。所以你等下若随拢啊食落去吼，请恁炸转去吼。今早起，咱真感谢咱的音乐的总监陈英芬老师，伫第3场礼拜指挥圣乐队吟唱《全能上帝圣经》，愿上帝纪念佮祝福圣乐队的服侍。上时，咱嘛爱感谢即个立位守中团、敬拜团的美团，甲青少年诗班，伫早起拢有真水的侍奉。等下咱礼拜三才甲因拍扑啊吼。咱看第2大点，咱有一个新生命参与咱4月23中昼，因为迄日有洗礼，洗礼煞有爱言见证甲祝福，所以欢迎即边要受洗的兄弟呢，邀请你的亲友来出席。但是你若有亲友要出席，请你向咱教会干事来报名。咱看第4点哦，咱教会伫5月13拜六9点40到下晡4点半，有一个全教会灵修会请咱准备这个时间吼。5月13拜六，安主题是福音甲文化，宗教改革信仰的反省，有福音甲文化，耶稣基督的福音，路德加尔文台湾教会等等有3讲吼。咱的讲师是台南新人院院长王宗尧牧师，要参与的人，咱每一个人交100块尔尔，100块是包括即个午餐、点心甲讲义的费用吼。咱看第5点总委员会的消息，因为咱教会期待会当佮印新的信徒的名录，因为今仔有一个新的个资法，所以已经有寄到伫咱每一个人的家庭，所以你若有接到，还是讲你无接到，你要填即个同意书的事，请来到办公室来摕一张来填，爱伫4月底以前交转来。如果若要愿意参与伫即个信徒名录的即个会友伤过少，咱可能就无法度来执行即个代志吼，因为真侪人要想要甲会友中间有一个联系，咱的记录是真简单，敢若简单的联系方法，所以真少的资料下伫咧内底吼。请咱毋免紧张，就是尽量来参与。互咱彼此的交易会当更较亲密吼。这是要请主牧师来欢迎来宾。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有一位来宾来到咱中间，甲咱做伙敬拜上帝，这是徐慧佳小姐。好，好，请家哈，欢迎欢迎。其他到第一边来甲咱做伙敬拜兄弟姊妹，伫咱中间无填写即个单。好，请介绍，请问贵姓？林梦华小姐，好，咱拍普话来欢迎哈。这个时阵牧师来带导，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你予你的都是囝耶稣基督来到世间，予阮得到永远活命的愿望。主，阮愿意用信心来回应。恳求主你赐福保守，阮也要将阮肢体中间心神肉体软弱的兄弟姊妹，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你亲自赐了复原的气力，帮助阮，也互阮伫即个患难困苦的中间学习，我靠上帝来得到较赢。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
阮也将所有兄弟姊妹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加添阮气力，互阮日日甲各我的主耶稣基督结连，用阮生命的改变、生命的见证来荣光你，祝福人。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请咱大家起立来吟上行的圣诗510首《俄勒天顶主宰》，请咱吟全首。愿天父上帝慈悲怜悯，耶稣基督拯救疼痛，圣神的感动扶持相通，常常甲恁伫地，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默祷谢阮享受差遣。
我只是要邀请咱用掌声来鼓励，甲感谢咱的献歌队